卡吼，请来中国社部用晒啦，你唔黑啦？是嘞，铁，因为马上就有个大胃王要回来了。昨天我去应征的公司，叫我明天上班呢。什么公司？国际公司储备干部哎，这是我们公司产品，给你。你个多抢！你立刻给我换工作。小罗，你看这个，哦，代理商征储备人员呢。来报道的，你穿这样子来哦？对啊。水我不聽啦我，做外界唔係放縱，從多個聽啦我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去未變難用，上個冇機關機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跳啦我，前所在來去跳空，是到處跳啦我出現難度形容，個落見嚴並安安，相當應成成功嘅。媽咪。都是你要我去小罗去应征这个什么酒商的工作，还什么储备人员，那现在怎么会这样？克林芬大小姐啊，又是哪儿不对了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我要怎么样考验小罗，他都会过关。现在只不过让他搬货，看你气成这个样子。可是这几天他都做到晚上10点呢。你看哦，白天8点上班，到晚上10点。14个小时哎！你上哪儿去啊？回家啦，还能去哪啦？他每天都在工作，讨厌你啦！哎，小罗啊，你现在都不穿西装了？这个储备干部现在是在储备实力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阿龙、小强，来哦，搬东西了。好。100箱 SO， 等一下。哎，小罗，你点一下。好。哎，动作快点哦。哎，领班，来一下。大哥啊，你这些酒都是同一个地方进的吗？不是啊，那2、3个地方在的啊。哎，你这酒好像怪怪的哦。哪里怪怪的？你自己看，每箱的包装颜色都不同。哎，领班啊，领班来看一下嘛。你看看，闻闻看，都有酒味哎，而且这酒味怪怪的，有味道。对啊，这里面装的是酒，当然都是酒味啊。哎，这酒都是密封的，还有箱子包着，怎么可能闻得到酒味啊？况且，这闻到的味道根本就不是这种酒的味道嘛！胡说八道，我就没有闻到。这个印刷的东西啊，都是一批批的，会不会是印刷的问题啊？领班啊，我们要不要拆一箱来看看？你真的很龟毛呢，我就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赶快点一点啦，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去。我
看啊，真的是有点问题。我开箱来看看吧。哦，里面是不是有破掉的酒啊？哦，味道怎么那么重呢？这味道不对，这酒有问题。真的不对呢，这个酒真的有问题哦。小罗啊，还好你够细心，有发现问题。那你再仔细检查一下，我马上去打电话给老板周大姐。周大姐，喂，大姐啊，台北这边仓库啊，发现有问题的酒哦。什么？今天在进货中啊，有发现问题的酒了。我们还在检查，我估计啊，大概有10箱左右哦。有10箱啊？那个罗强啊，他还在检查。罗强，他有资格检查吗？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他一开始哦，是他先发现的啦。罗强啊，他看到箱子的印刷啊有点不同，后来啊又闻酒的味道不一样，所以才发现的。他用闻的，是不是蒙的？真的啦。罗强啊，他真细心，鼻子又灵，真的很认真啊。对了，大姐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酒是要先退回去，还是直接报警啊？不，把酒先留在我们仓库，把签单收好。我会跟机孔商好好聊的。哦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用闻的。罗强属狗吗？这个送你。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？你不是被调去当业务，不用在仓库做工人了，当然值得庆祝啊！耶！你怎么知道我被调去做业务？是那个。你妈告诉你的对吧？对不起啦，我本来要跟你讲的，可是我。哎，BB 扣。对啊，有了这个 BB 扣，以后我就可以随时找到你了。那我还要找电话回给你，很麻烦哦。那倒还好啦。我不会没事乱 call 你的啦。哎，要不是公司同事不知道我认识你跟你妈哦，否则啊我会很生气。哎呦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去卖那个东西啦。奶皂舒服啊？哎呦，对啦，你还讲。好了，去跟你妈讲，我一定会努力让她刮目相看。来个天五方条路，是洋酒代理商嘅业务员。虽然係都辦科開始，不過一下也開始買酒咧。老年下九白買酒，比俺一家，上嘅喊那四行俺一家。还是快你了，要还到按你手艺，那我有字。喂，你嘅天數啦？没啦，我在忙着呢。哎呦，生意好。咦，你好你？大家，有事啊？那大天打不改啊？什么干？我让脸捞了，让脸捞了。哎，小罗，哎，大家，發財呢？你發財！哎呦，生意按好呢，有冇該做生意嘅優良哦，搞下啦。哦，無按客氣啦。嚟，藝老講吼，嚟，藝老睇下介紹吼，一個好生人小羅，偏緣着較講人，也上路啦。雖然吼親好生，不過吼動大片哦，口嘴又好，就人係講一擺聽聽吼，藝小樓去交關的咧。你好誒。係啊。你比啦。哦，你排些啦，做唔得啦。以下吼行緊無限啦，下禮拜吼一天老太家吼連一比啦。成功辦啥咧，行為無限哦。安尼用辦做陣吼，朋友。
拍谁啦？小刚，按姿势呢？拍谁哦？你就慢慢射啦哈。按姿势呢？小罗。妹，哪去呢？你我很早放起来啊，今暝也免唔是上班哈。大约个灵魂啦，当初哦，我就无下食饭了。好啊。妹，廿有钱哦，你输的啦，我不能熬地洞的。哦。1万多钱啊？那来咧？阿妹，你放心啦，廿有錢哦，都係我真正當春嘅，日來哦，以後做業務，薪水加獎金。阿強，好啦妹，你家家屬意來啊，我要你靈魂，我先走咯。哦。相當完成，成功結果。啊，这边啦，这边转弯。哎，哪有人像你這樣暴露的啦？啊，这边停。难得你今天休假，我们才有机会约会呢。就是这家店啦，有传说中的奶香红茶哦。真的？什麼傳說中的奶茶一定要來這裡喝？我朋友都在讲啊。前幾天美女還從台南寫信問我。傳到台南去了？這叫做偷假倒修風。這種泡沫紅茶店，好熱，生意真好。看我吃完，謝謝。你一下點那麼多，到時候又吃到腸胃炎。才不會呢，吃給你看。哎，現在這種泡沫紅茶店越開越多哎。東西便宜啊，而且又有好喝的飲料可以喝。那你這東西也要有特色啊，沒有特色的話，怎麼拉得住客人啊？啊，來了，我夢想的奶香紅茶。謝謝。趕快喝喝看啊！怎麼了？不好喝？跟我想的某空優啊。某空優？我看啊，是你好的東西吃太多了，太挑了。才不是嘞，不信你喝喝看啊。哎呦，有沒有很甜？我真的喝過很好喝的奶茶哎，濃濃香香的，好喝到我想了好幾個月。想說這家店這麼有名，還以為可以喝到一樣的味道。哎，如果你有辦法把那個味道形容出來，我也許可以照着你的形容，再把你喜歡喝的飲料做出來給你喝哦。真的啊？如果可以的話，就太棒了。那當然啦，只要在腦袋裡面哦，不要設限，不要有框框，海闊天空的亂想，總是會有新想法的啦。我就喜歡你滿腦子異想天開。我爸也是滿腦子異想天開的，我媽都說我爸是笨狗想吃豬肝骨。那你跟你爸還蠻像的嘛。如果啊，我有一家自己的店的話，那我有很多的想法，就都可以拿出來做做看了。不過那應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吧？幹嘛還沒開始就這樣想啊？開店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。
虽然高中没毕业，可是赚的钱比人家大学毕业赚的还多哎。而且你跟我说过啊，只要肯努力，没有什么事是难得倒你的。真的是这样？真的哦。那迄店已经有个店的哦，应该会较便宜啦，不是全部都买新的东西啊。那装潢呢？看迄传统样板嘅店哦，尽量哦唔好太 Q 啊，安尼就唔是花太多钱，有条细方东西哦，自家来做啦。就像以前我们在学校一样，自己动手做的也很漂亮。安尼算起来哦，差唔多要准备780万啦。780分，按头啊！你有按头钱吗？无咧，唔敢，还差1度哦。给你卡啥咯？冇办法咯，等有钱张开啊，再过变加2年哦，应该就做得啦。再2年，我好希望你可以开店哎。还是我跟妈咪说说看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开口啊！可是这些钱对我妈咪来说是小 case 啦，就当做我入股啊。不是这个问题啦，我开的店就是你的店啊，你不用入股也是你的啊。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哦。大姐，小姐慢用。妈咪来，给你吃。妈咪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笔钱呐？什么叫给我一笔钱？就是给我一笔钱嘛。那一笔钱是多少钱？35万。35万。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我想要投资小罗开店。我早就算到了，你跟那个小子在一起，迟早要跟我开口要钱。不是你想要那样啦，是我自己要投资他开店的。他有本事开店，干嘛不靠自己？要你跟我开口？我刚不就跟你讲了吗？他没有叫我跟你要钱。那你现在说什么？算他熬得住，还肯乖乖的去搬货工作。可是马脚还是露出来了。妈咪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不帮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好啊，看看你有什么好办法了。可恶的臭妈咪都没人听我说话，我不要回来了。
真哦。在准备开店的事情啊？开店？当然唔系啊！公司吼有一招销售比赛，日日吼都该上方案啊。还要做点拿到冠军吼，公司就会本来独家销售去酒呢，安尼赚钱就会称强啊，怎有机会开店的？那要等多久啊？那我这股东帮你吧。来，可以开始筹备开店了。你那为了给钱啊？干嘛这种脸啊？这是我投资你开店的钱。买母你，要那为了给钱？这些都是我的钱啊。你自家有按多钱？你拿出来，让妈咪滴嘛。他不知道啊。干嘛突然那么凶？昨天你说要入股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答应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工作。你就算身边有钱，也是你爸妈给你的零用钱啊。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说，我自己想办法就好了？可是，我想帮你嘛。你老係假要招好你啦，那么你用一種方式哈，老係聽數了。你对我凶干嘛？我有做错事吗？我没偷没抢的，我心里想的，就是想要帮你开那家店嘛。拿轉去啦，看迄本本也沒哦，也很用版啦，拿轉去啦。你干嘛跟我发脾气呀？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。为了你，我连不敢去的当铺都去了，你还这样跟我说话？當店？唔去當店嘛？當票本啊！來講當票本啊！拿來。给我跪下！跪下！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跪下？你还狡辩！那什么？你跟我要一笔钱，我不给你，你就把这么多年我给你的首饰拿去给那个姓罗的小子，是不是？你的胆子越来越大啊！你说是不是姓罗让你这么做的？你说话呀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说话呀！我只是想要帮小罗的忙，结果他就骂我，你也骂我。好，你气我把珠宝拿去当，还给你嘛。你们大家都骂我，可是我一件坏事也没有做吧？小罗好大声骂我，你还要我跪下？你去当铺，那这些呢？小罗骂完我，把当票拿走，董事长回来之后，就让我回家了啦。
大姐，晚上要不要准备晚餐？林芬啊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？你看着办吧。是。打电话给罗强，让他过来吃饭。啊？我想听听他开店的计划，如果行得通，你就代表我入伙吧。真的吗？哇，他动作要快，妈咪饿了。谢谢妈咪，妈咪最棒了。冲动一些，心中一妈咪怎么样？好喝吗？还不错哦。这是小罗调配很久才有像这样的配方哎。现在泡沫红茶店这么多，你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入市场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只要商品好、有特色，我相信永远都不会太晚。很有自信吗？这是我自己想要开的店，也卖我自己认同的东西，我当然有绝对的信心。好。如果你的店我投资一半，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回收？周大姐，其实我不打算让你投资。周大姐，这是我第一个事业，我不敢用别人的资金，尤其是你的资金。而且我不希望在我跟林芬之间还存在这样的金钱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和林芬只是玩玩的，从来没有想过未来？当然不是啊，周大姐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你不想和林芬有金钱关系，是不是怕将来分手会不清不楚啊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靠我自己的力量完成梦想。说得好。所以说你的梦想和林芬毫无关系了。我的梦想跟所有目标都与林芬有关，在我能力所及范围之内，一切我都会给林芬的。小罗，那怕什么金钱关系啊？我对你的店有兴趣，你把资金计划再写得详细一点，我要占一半的股，由你经营，就这么定了。酒商代理公司那边你要怎么办？做还是不做？当然做啊，我怎么可能因为开店的事情而放弃工作呢？而且这次业绩比赛，我有把握，我一定可以做到最好。口气不小啊。好，我等着看。哎，各位再见了，拜拜。哎，小姐，找哪位啊？哦，我要找罗强。找我？哪位？我叫谢淑媛，叫我 Annie 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名字真好听耶！哎，
你找我有事吗？那个位置没人坐吧？这位置。哎，你是来上班的吗？对啊，我是从行销部调过来当你的 partner， 因为我不想明天还要跑2个地方，所以就先把东西搬过来了。哦，请多指教。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小姐叫很大名哎。行销处之花，欢迎来我们业务2处哦。谢谢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了。莫妮卡，我先走了，拜。我行業報嘅，你有錢色啦，唔是電癌咧。好啦，跟你留到空肉，然後吃簡餐炒卵不愛。好，我做你張事，再見。老娘不鸟功法啊，空牛吃浅茶煎卵，糖多度是都有咯。你也曉講客家啊？這話係藝名啦，叫佢老喺做點心，哪見冇法度啊？這樣多多指教。冇問題。阿強啊，俺冇條有些酒嘛，哈，俺冇都成40番啊，所以講啊，記住，哦。那根本哦都在公司啊，冇食酒啊。阿妹啊，請安的嘞，你先說呀。好啦。阿強啊，一個喺暗暝吼，一件嘢吼，多少錢啊？你使哪用？吼，阿弟啦，唔開店吼，用錢多錢啊？又來咧，阿妹啊，你講過嘛，開店成嘅事情吼，我自己會處理啦，你真嘅唔是少啦。係啦，阿爺多錢，買喺唔本買啊，阿係神郎賭起來，也穩啊。那本兒就係你嘅錢啦，唔好再個講亞中花啦。係啊，佢啲咩事情嗬，唔係攏唔點樣做啊，天數唔到啊，阿爺多錢嗬，我咪用唔到，我先拿去用啦，嗬，人家嘅數放起來，我們半夜把看到嗬，要拿去論事啊。阿妹啊，一間店嘅吼，有一半嘅錢喺零分價沒出嘅，剩嘅一半吼，我自己吼想辦法對一對，都得應付啦。你真嘅唔是少啦。唔怕啦，我先數放起來啦。哎呦，唔是啦，妹。好喂。吃飯啦？是考完了，拿出來，拿出來。有一包了。阿強，我同講，這開店啊，一定要年氣，你話困難時節都開幕哦，然後帶到人哋客戶朋友嚟捧場啊，那老當係開店了，開店要辦到鬧鬧熱熱啦。爸，冇玩腳啦，行喺天竺店做看板，店名哦，我都還冇安好寫呢。哇了，佢冇要緊，唔怕，唔到時同那個名片哦印好來做咧，哈。哎呀，我想看下咧吼，我還沒有咧做一套較氣派西裝啦。哦，安尼個聽講是請師傅來做啊咧。唔等陣嗬，一捉到某個機會嗬，都係碰風啊。佢點乜用錢多錢呢？阿強伊一度。阿妹啊，一擺後阿爸講佢裝呢，你咪去鬧阿爸強樣，去做船嘅神父。冇事情要做某個新衫褲啊。
你又免问我结婚。你讲的嘛，无螺丝的话咯哈。哎呦，我罗当个开店了，这太事情了。我听我就带你做啥？唔会啦。阿强啊，迄两流氓的事情吼，爱大家听书的吼，唔一定爱讲呢。做生意吼，我唔晓得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像收天来啦、洗鼻翼吼，迄条事情吼，还没做一生意呢，关关呢。真是菜哦，我有福唔晓想啊！一生意落命难呐。嘿阿妹，点拄个事情吼，我老林分咱咩就做得来啦。然后上天数吼，你啊啦，老人都较多条啊。20吼都特别吼，要按到情人果呢。做点心哦，请我食呢。当真哦？啊，当然好啊。情人果，哇，台北人的出师哦，很青岛哦。那个情人果，情人果啦，情人果。好啦，对啦。很好食了，然后一定会用20吼研发出一种新的饮料了，饼曲、反酸强、老反酸，掺到姜花色吼，一定懂我食了。情共寄望，为这样开始投降。朋友的班，摆个无联络交往。小杯20，中杯25，应该可以吧？你不要只想着饮料的价钱嘛，店的名字都还没想到哎。对哦，还要想店名呢。好，我想想。而且店的名字没有想到，我的宣传单和海报都画不下去了啦。可是你不觉得想店名真的很难吗？不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店名都是用老板的名字吗？像那个阿川卤味、老董牛肉面，还有秀兰小馆，我是感觉都不错啦。那不然我们干脆叫做0分泡沫红茶店，怎么样？你该不会真的想把名字挂在门口上去招摇吧？哪里不好啊？名字很可爱啊。你知不知道来泡沫红茶店的有一大半都是学生呢？是啊。那你觉得他们考试读书的时候会来0分泡沫红茶店喝茶吗？来0分泡沫红茶店读书吗？考试考0分怎么办？考0分是吧？对啊。考0分，你看那……我是说你在乱讲啊你！哎呦，我现在说的只不过是店名这件事情而已啊。我们最重要取店名是要简单好记好联想啊。尤其像老板这么帅气、这么有个性的人，怎么可以考0分呢？是啊，你帅气，你有个性。好，那就叫做100分泡沫红茶店，100强泡沫红茶店。也很好啊。好，你别偷啦。哎，3点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店名的事情我会再好好想想的。这么快就3点？你每天一大早就来忙开店的事，还要去推销洋酒的，忙到3更半夜。哎呦，会累坏的啦！那怎么办呢？开店就花掉那么多钱去了，我当然要好好努力去工作，把钱赚回来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公司现在业绩比赛还在进行着，我怎么可以不努力呢？话是这样说没错啦，可是你要是把身体搞坏了，我要怎么和罗妈交代啊？哎呦，放心啦，想那么多。我去工作，努力赚钱，我当然会好好照顾我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你呀，倒是别累坏了，别花到那么晚啊！我去上班了。想当年前，
新风起。这个酒不错哎。不错哈，我们新推出的，是哦，这支好，真的好。那你需要再打给我吗？ OK， 进来了。大條夫自己刻苦哦，睇已出廿條啦。但係請單然熟悉一下，有一隻印象，所以哦，將來看按樣班退休啊。好啊，看唔出來你還一腔嘞。我發現你老人家真夾出所思，唔光係主張泰國拍小弟，也係傳統嘅歐資上條架，出咗地球平呢。現在講吼，啉酒要有交情，其實吼買酒啊都要有交情嘅。我哋吼要撈銀行吼當作朋友啦，而且吼要相信自家公司嘅產品，做生意時候吼要有誠意，要有真心，安尼吼就唔會難做啦。酒店老傳統嘅銀行係完全冇強用。 係應該企在銀行嘅立場，然後記到實嘅無強用嘅促銷法通，對亞子也有幫助呢。我咩按你想呢？係到天光以後，將來想看呢，按樣辦做啦。時間吼真暗呢，我哋要先轉去歇困啦。阿老強，按天光呢做掉嘅喺公司討論一下較實際嘅做法。 安尼下出上班就做得老經理報告嘞。哇塞，你真今天名不虛傳呢，拼命善良啊，係披風啦。不過吼，這前頭吼，還有無限開店嘅事情啦。冇安尼啦，來吼，寫地址本人啦，然後過來請來。安尼吼，來條吼做得都加俾講啦，好冇？你愛去到開店咩？很強誒，迄開嘛嘅店呢？泡沫紅茶店啊，唔來吼，來請唔練吼，來條嘅招牌冰波綠茶，順沙吼唔爭半個條吼，一條意見啦。冇問題，咁你天光你見咯。好啊，天光意見。錯咧，做得吼，老同事講客話吼，來個感覺吼，真見真好咧。係啊，你喺第一擺遇到係客家人嘅同事，真好。天光你見。好，天光意見。 林芬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调了几杯饮料，甜度都不同，你帮我喝一下，看看哪杯比较好喝。好，我來試試看。我再来调冰博綠茶。冰博綠茶，綠茶的話呢比較清香，糖要少一點，免得蓋過茶香。紅茶就可以調濃一點，那個茶味澀。好，我來試試看。 我也要一個，給我搖看看，給我啦。不是這樣啦，你要這樣搖，你要充分的搖晃它，然後邊上下擺動，知道。讓冰塊跟飲料充分混合，就會有細緻的泡泡了。要摇到什么时候啊？手好酸哦。啊？我的怎么都没有泡泡？哎呦，你要摇快一點嘛，讓冰塊跟綠茶充分的混合，這樣就會有漂亮的泡泡啦。哦。不是這樣嘛，你更用力一點啊。要這樣啊。嗨，老強。哎，安妮，唱五個頭。歡迎。你好。來，這個是小羅剛剛調配好的冰波綠茶，請喝喝看。什麼呢？
是董铁片呢？好啉哦。董好啉哦。罗强，你阿边迄唔嘅女朋友啊？系啊，伫遐外间女朋友，柯林芬，唔系啦，系柯林芬，柯林芬啦，走。你好。林芬，这是我公司同事安妮，跟我同一组的哦。哦，你也会说哈嘎发啊？系啊，新竹嘅客家人。新竹，小罗也是哎。有样冇？系啊，我也系新竹嘅客家人。哦，从啊他乡遇故知，冇想到罗强会做暗后林的绿茶，一定会懂后麦哦。真的吗？小罗还卤了茶叶蛋，我去夹给你吃。等一下哦。哦，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一下又要试味道，一下又要调茶，你都做完了吗？哎，有客人在，当然以客人为优先呐。真的很啰嗦哎。哎，我这个人什么时候啰嗦过啊？我最不啰嗦的。你还说你不啰嗦？你也看看你这。不啰嗦，不啰嗦泡沫红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哦。啊你记得不啰嗦2只点名用完。不啰嗦，懂铁片呢，懂省气又好记，而且还蛮符合你阿莎里的个性呢。好，就叫不啰嗦泡沫红茶。欢迎各位来到不啰嗦泡沫红茶。本人姓罗，但是一点也不啰嗦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那我要去把海报给画好。安妮，你是干呢？21哦，姓谁哦？很凶哦！你也是迄你做的哦？嘿啊，来东东这间研究创意料理，不过有几方传统嘅点心要使用得，人客哦一下也吃唔惯啦。你兄都按主刀哎。啊，错嘞！我草案部写的几只退休的方案，你先看一下嘞。你们看，怎么样？哇，冻浆哎！你真研发图的甜分，还有树下的加斯表，没冻浆哎。当然啊，好歹我也是美术科念过2年的啦。好啦，大画家，我们要去上班喽，不啰嗦就交给你喽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收拾一下，跟你们去，很快的。哎，你跟我去公司吗？是啊，早上我听妈咪说要去开会，等一下我要陪她出去，所以刚好可以先去等她，就一起走吧。好，那你快点。男朋友跟阿妹，那都恩义公司上班，嘿么？林芬跟阿妹只会做大姐，你就去抬条架。林芬，快点啦！好了，走吧。你爱你来么？我去加一下单。我们是来找安妮的。找我？那唔系我中意你，切推唔会本女生人嘅面错。唔怕人朋友冇欢喜嘛？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会也就从来踏查做出条件，希望会也就会时代和起期待曾有的快乐，会也就幸福的童年，会也就强行的路。就算连一下的神发觉知，有一片天空，有难同当，会也会有福同享。
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。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别